被動收入就係賣層樓之後，等於有人幫你打工，幫你打一世工咯。同埋香港人係真係好順磚頭，本地人嘅揀樓嘅攻略同埋策略都唔可以忽視嘅。因為佢哋都要住噶嘛。係啊，佢哋都分支家庭噶嘛，先至係 stay 喺呢度最耐嘅市民啊嘛。咁其實值得研究下本地人嘅喜好。會好大分別咧，就係新港人係中意買市，因為佢未必係長期要 stay 喺度。但係對於一個本地人嚟講咧，佢有一個包袱位，有家庭。我爸爸媽媽又或者我外父外母住呢個區，你走唔甩㗎。你遠啲你都要可能有80%係揀翻呢度嘅。即係屯門嘅人可能買樓都係揀翻屯門，買翻屯門，或者可能出少少買到元朗，但係你唔會夠膽買到南區咯。唔會買到去鴨脷洲啊咁樣。鴨脷洲係啦，買到去將軍澳唔得㗎，冇可能有啊。咁你屋企會拆晒，成條街會拆晒。通常我哋有一啲新港人嘅買家唔係好見得上眼嘅地方，但係唔代表佢差或者唔代表買得唔好喎。我舉一個最大嘅例子，西沙、大埔，包括柏龍。其實咧呢啲咁嘅地方咧，或者係唔係好方便啊，但係市場嘅成績好好喎。所以其實你發覺有班本地買家係入緊市，佢哋已經見證過香港好多個唔同嘅周期。同埋香港人係真係好順磚頭。就你話講炒股。你亞洲咁多個國家或者地區，有邊個地方嘅人炒股有香港咁瘋狂？呢個股票市場係啦，香港人乜都炒過晒，最後發覺磚頭最保值。因為其實大家追求係咩啊？被動收入啊。係。被動收入就係買層樓之後等於有人幫你打工，幫你打一世工咯。呢啲真係香港本地人嘅思維嚟㗎。係咪？做呢個做婆咯。